多谢姚琪，来个这个看蒜头，蒜头是云林海线地区重要的农产品，最近已经开始采收啊，因为蒜头的价值真高昂。有调查头的情形，对了，这个代志，台西分局为3月份开始就启动护农专案，加地方的巡守对义警合作，加强巡逻。台西分局警察向农民宣导即摆护农专案。3月到4月是农民采收蒜头的季节，不过因为蒜头的价值较悬，常常去查拉布抢去。台西分局是启动护农专案，希望透过巡逻，会当守护农民的心血。我们台西分局在3月1号到5月30日就先启动了这个护农的专案勤务。护农专案除了警察会加强产业巡逻，地方的巡守队和义警嘛会加入行动。我们台西义警分队是隶属于我们台西分局跟台西派出所的，我们派出所来执行这个治安跟防窃的这个任务。台西分局讲，这摆护农专案除了蒜头，别个果子、菜色类、渔产嘛是保护重要对象，希望透过警民合作，会让护农渔产品去偷窃事件袂搁再发生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